我们来自乌克兰，因为战争的关系来到台湾。每天可以听到那个 rockets 的声音，飞在我们的家的上面。因为这个声音起床，我最可怕的 memory。手机说现在有那个 alarm， 就是全乌克兰危险，但是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你就这样子躺着在这个床上，然后这样子看，然后今天是我要死掉还是不是？就是这个感觉。刚来花莲，我很怕那个飞机的声音，然后我也怕战争会开始，然后我就都跟他说我们要买更多的东西放家里。然后可能之后没东西吃，我真的有这个想法，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平安。Мене звати Христя, я з України. Я переїхала в Тайвань через російське вторгнення. Зараз я навчаюся в ЦИЧі університеті на магістратурі. 你可以做更多一点，没有摸过的。3个。可以跟我说可以做更多一点。好啊，等一下。那我先拍一点试试看。好。应该很可爱，跟心一样。OK。做乌克兰饺子，已经做了很多，等一下可以带给邻居吃了。好，把给所有的那个我们这边住附近的人都给他们分享。我们现在在做乌克兰饺子，然后里面我们是包马铃薯，跟台湾很不一样，因为台湾好像不太会吃饺子跟马铃薯。因为我们乌克兰呢，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马铃薯，种自己的马铃薯，所以我们马铃薯这个植物其实很重要的。然后我们有很多菜都会加马铃薯这样子。这个饺子就是算很 normal 平常吃的东西，对，就跟泡面的东西。因为乌克兰我们经常就会买饺子回家放冷冻，然后就想吃点东西就煮饺子这样子。或者有的时候我就厨房做饭，然后我看冰箱可以做什么这样子，然后看一下，然后想到什么很不错的菜。然后他说：“哎，这个好像可以拍一下。”然后我就开始拍，对，就这样，就自然的，就不会，特别是因为要拍短影片做这个菜。应该是说我们想分享给大家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拍一下给大家。对。今天我会做马铃薯的饺子。台湾饺子我吃太多，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乌克兰的饺子。马铃薯的馅料其实很简单，洋葱跟蘑菇先煎一煎，马铃薯泥一起拌一拌。我们包饺子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台湾的饺子像元宝，乌克兰饺子像月亮，是生育的象征。我发现台湾的饺子馅一般不会先煮，但是我们乌克兰会。饺子起锅之后会先调味，我加猪油跟3层肉，所以它们不会粘在一起。饺子我们一般会跟无糖 yogurt 一起吃。我台湾男朋友非常喜欢，他的祖先是乌克兰人，大家来试试看。可以吃30的。我们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一个讲中文的外国人，我们其实把主轴一开始先比较放在这里上面，所以一开始我的入境就比较少。然后我也想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如愿就拍短影音。然后反正我们一开始就是先以好玩的心态在做这件事情。开始有人看了之后，我们才开始认真规划说接下来的影片或是内容是什么。对。我其实很开心你们来拍我们的生活，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可能我的生活没有那么的有趣，但是我开始做这个 IG， 然后拍影片以后，其实蛮多人都会给我回答，然后蛮多人都会很喜欢看我的影片，然后这个就给我更多的这个自信了，对。
大概每个星期好几次，因为我很喜欢去图书馆，然后我一般就会在图书馆坐一坐，然后写论文或者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子。对啊，其实蛮常回来学校。我很喜欢这边，因为这边的这个气氛非常的安静。老师好。Christina。Hello。OK。你坐啊。好，谢谢啊。那上次 proposal 结束，对，还好吧 ？Are you okay after the proposal meeting？ 还好，对，但是有很多东西就要考虑一下，然后想想要怎么改变、改善，做得更好。对。两位另外的 committee member 啊，他们有提到，有的说给我们一些 topic 的建议啊，还有的是说一些细节的。是。那最近都还好吗？生活啊，还有那个像他们研究生研一的时候都修一些必修课啊、选修课，然后大概1年级研一下，最慢研二上就要找指导老师嘛。所以那时候我记得他来找我讨论，说我可不可以那个收他做研究生。我说可以啊，可是你要自己好好写啊，老师的责任只是负责跟你讨论。那他那时候的想法本来是因为他有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嘛，所以他很想就是说写这个在东方企业文化，对不对？还有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我也觉得很有趣。可是后来要进一步去研究，可能还是有点困难，对不对？所以就后来我决定改变我的题目，到乌克兰人在台湾，就他们的身份改变，身份认同改变，对。然后我觉得这个题目也很有趣，也很特别，对，因为还没有人在台湾写过这个题目。其实我从来没有想来台湾的这个想法，就是我记得我从中国回去乌克兰的时候，我就很想留在乌克兰，然后我已经在那边有一个可以说完美的生活，就是我住基辅，然后有不错的工作，朋友们。但是后来战争开始，然后我是在乔治亚，好像两个星期之前，我就跟我的朋友一起去 snowboarding， 然后在乔治亚遇到这个情况，飞机停下来，我们没有相信战争真的会开始，所以我那时候在乔治亚待了1年差不多，再决定去意大利上大学，但是我没有考进大学了，然后要花很多钱啊，所以我也不会意大利文，所以我就再回去一次乔治亚。然后我在 Facebook 我又看到了广告，是慈济大学的广告，然后他们给乌克兰学生奖学金，就帮忙乌克兰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就决定来台湾试试看在这里上大学。俄乌战争也差不多3年，那个时候就是中研院还有教育部啊，还有科技部等等，就是看到这个需要，因为很多颠沛流离嘛，有些人求学被打断，那我们慈大就是响应的大学之一，那也是算是最多吧，是不是最多我不晓得，起码是蛮多的提供奖学金给那个乌克兰学生。台湾大概说我记得有8所大学有提供奖学金，那我们慈大就目标那时候30，后来收了20位。Привіт. А то українське. В сумочці я прийду до тебе переодягнусь. 这是我的乌克兰同学，叫娜佳。然后，对，我们等一下就会跟他简单的讨论我的论文呢。然后我可能简单的问他几个问题，所以他可以帮我想一想这些问题适不适合，对，这样子。Вона вже давно, ще з 2022 року. Це про те, як вони допомагали в перші місяці війни. 我说乌克兰的那个传统，大部分的是重视家人。那是因为我在台湾
只有我就是一个人。那我也住在宿舍。在我们的宿舍没办法煮饭。对，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开始学中文以后，你开始用乌克兰文，然后有新的说法，有没有？当然有啊，很多。我跟父母打电话的时候，一直想说中文，然后是因为我有一些词我会，就是在用中文比较快想得到，然后。为什么我选这个题目呢？就是因为我自己搬家过非常多次。从乌克兰我去波兰，然后从波兰我去中国，然后从中国再回去乌克兰，然后就在那个 moment 我感觉到我这个人之前的那个人已经不见了，就是我改变了另外一个新的人，所以我想研究一下其他的乌克兰人他们怎么改变，然后可能也可以以后用这个论文帮忙新来的外国人来台湾。Це треба знімати на відео зараз. 有什么你刚来台湾的时候，然后你觉得非常的 shocked， 但是以后就比如说现在你已经觉得完全 OK 的，然后你适应了。比如说路上没有垃圾桶，然后但现在我已经适应了。就比如说我们跟他们性格的不一样，你有没有一些觉得之前没办法？他很有想法、主见，然后呢，也愿意接受人家的建议啊。那其实论文或像作品啊，我觉得他真的是生出来的，然后再加上他感兴趣的就是这种认同。我们知道认同有主观的部分嘛，那他也想透过这个半年1年的学术写作来搞清楚一些事情，我是觉得蛮有意义的啦，对他或对他的这个学位来讲。那困难的话，就是主要是因为我要采访很多人，然后他们都是住在不一样的城市。就当然我也可以做 online 的这个采访，但是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深入的感觉会差很多，让他们把他们心里的事情都讲出来，这个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对，所以我要很努力。说话觉得太直接了，太 emotional。就在 IG 会偶尔会聊天一下这样子，但是也不会说就可以有固定的时间会见面，一般都是跟大家会见面比较多。我们在台湾现在有250个乌克兰人，对，那大部分的人我们有脸书上的那个 group。在那边会比较常联络，有人想联络就那边可以。其实台湾有很多很棒的、很聪明的、善良的乌克兰人，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幸福遇到他们。Ну да, напевно, якісь взяли одного типу. І ще після татуювання ми тебе зробили. 是吧？猴子？猴子啊，这边会有很多猴子啊！哎有猴子啊，跳来跳去，我已经看到了。那边有一只，那边有一只。里面哦，20几只。20几。哦。他们会偷东西吗？不要喂就不会，你不要带东西来就好。我最喜欢的是森林的那种的感觉，有很多绿色的，只要是有很多树，我都喜欢。花莲会常下雨，对，没错，但是这样子就可以跟真心太阳。我们乌克兰人有一个说法，我们会说。如果小孩不想出门因为下雨，父母会说你不是用糖做的，是用糖做的。然后我每一次如果下雨，然后我们要去什么地方，
他说：“哎，下雨什么什么的。”我跟他说：“你不是用炭做的。”我不会融化。哎呦，我们很喜欢爬山，然后我其实在乌克兰就很爱爬山，从小时候开始，因为我的爸爸小时候会带我去爬山，我都会觉得去爬山很快乐的一个时间，所以我现在很开心。对，在台湾我们爬过玉山，然后爬过那个合欢山，就北峰，然后西峰这样。然后也爬过抹茶山。我们接下来想要去日本爬富士山，然后还有台湾，还有那个嘉明湖也还没去过，想去，但是很难登记啊，要登记一下。我们其实因为爬山就是认识的，所以我觉得爬山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很重要。因为我刚来花莲的时候，其实我这边都没有朋友们，然后我很想有一群人就可以一起出去玩，去爬山，然后我们就认识。想说是不是可以一起去爬山这样子？因为我花莲也没车子，然后重点，然后我就需要一个人载我，对吧？所以我是要找到一个有车子的人，就不一定是男生，不一定是男生。反正就是因为爬山共同兴趣，所以认识的这样啊。对。然后从水里走过去，那边会有好，我们从干的地方绕上去。好。脚会痛啊，小心一点哦。我喜欢。好，再拍。我很喜欢花莲，第一个因为这边人很少，第二个是因为花莲的大自然，就是你一出门就可以看到山，或者可以去走一走，然后也是没有很多人的。我觉得花莲很像我的家乡，就是因为在这里比较安静。我的家是只有多少2000多个人？对啊，2000多个人啊。小农村嘛，然后我们其实都认识这所有的人，差不多，就跟一个很大的 family 这样子。但是其实就很像那个花莲的原住民部落的那种概念，就是他们就是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像他们那个村庄就是大概2000多个人。因为乌克兰人都是原住民。对啊。有些人问我说乌克兰的原住民，然后我就回答乌克兰所有的人就是原住民呢。我们住在那边已经很久了，我们现在去我们市区，然后我会学做一道客家的菜。因为我是本来就很喜欢做菜。然后我们这个社区也是属于比较多客家人在这边生活，所以刚好有在社区里面有一位客家的大姐，今天会教如渊做一道客家菜。然后我们也可以学一下台湾的料理，然后来拍一部影片，这样跟大家分享。这样。在睡觉。没睡好。张妈妈您好。哎 ，Hello。好。今天要来学做菜。对，今天。客家菜哦，吼，讲客家。怎么说？客家菜。客家菜。客家。客家。客家菜。客家菜。哎。客家菜。嘿，我都繼續嘅客家嘅客家炒肉。客家炒肉。嘿，好。这个比较难。我其实也不记得我们有吃过客家菜，有吗？有啦。我是第一次见到这道菜，然后
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试试看做不一样的 style 的，因为我现在平常做比较西边的，就是就乌克兰的菜，然后我们只会在外面吃其他的菜这样子。张妈妈这样可以吗？会不会太粗？不会，可以，哇，吹得很漂亮，炒起来才有甜味啊。这是姜。对。你台湾人的菜都较多种吧，变化较多吧。切菜，嘿，切菜，好，切菜，可以吗？可以。那 OK。可能我们没有那么热，所以菜也是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坏掉。这样，我们一般如果是沙拉的话就是生的，然后如果是什么马铃薯就可以煎一煎这样子。马铃薯我们当然不会吃生的，就习惯不太一样。我们先做一个菜试试看，会不会成功？会吧？会，肯定会。加一点点酒。这是酒。对，加一点点。哦。你可以尝一下那个味道，看会不会太咸还是淡。你拿一块吃一下，吃看看会不会太咸？好。不会太咸。不会太咸。好吃。以前客家人很勤俭，那个年代也比较穷，没有很多钱，所以煮菜的时候都会想说多放一点盐，比较咸，比较下饭。你比较咸的话，配菜一点点就够了，就一碗饭就吃掉了。是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它是会比较咸的。我觉得跟乌克兰菜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好吃。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吃台湾的料理，所以我觉得很好吃的。其实跟你们那个生菜蛮像的，只是它加热而已啊。对啊。你们的沙拉其实也是像这样，然后拌在一起，只是这个有加热，你们的没加热啊。我们加酱油，你们是加那个什么？美乃滋。对。那美乃滋其实也是油。对啊。对。对，好。很像在拍节目。啊？你好认真在拍节目。你不要笑我。我不是笑你。你还记得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你骑车载我去，我多紧张。对啊，30而已就一直叫。超害怕哦。现在还自己拍影片，哇哟。对啊，之前我完全没办法这样子。相机。用一只手，这个很漂亮，长。对啊。好，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是鱼。那不是海鲜。这是猪肉的对吧？对啊。这是内脏。猪肝吗？你看这是猪肝吗？对。猪肝。那边还有啊。那边挂了。好。一边30。OK。内脏可以买一下。要。但是我比较喜欢鸡心。对，或者牛的。鸡肝。牛的应该比较少。比较没有。鸡肉吧。猪心。猪心是哪个？心脏那个。心脏呢？要吗？可以啊，好啊，那我买一个。我会吃内脏。他爱吃内脏，他会自己料理。因为内脏是对健康，我们说的内脏对健康很好，然后它就有很多的需要的那个维他命在里面，所以我们都会做。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等一下。好。你好。我们现在在吉安的市场买东西。黄昏市场。怎么说？黄昏市场。黄昏市场，买东西啊。我们住的地方呢离吉安很近，所以我们平常就会来这个市场。这个就不用了，因为我想买那个，可以直接放家里。谢谢。我们就需要买一些菜，
然后超市买不到的菜就都会来这边。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跟乌克兰的市场其实蛮像的，就是我们的市场长得差不多，就是没有这个中文的字啊。然后就是当然也是东西很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乌克兰如果想买鸡肉，就是鸡，我们一般就会那个砍掉切掉鸡的那个头。然后我看在台湾所有的鸡他们都是有头的，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看起来有点可怕，但是已经习惯了，对。然后当然也是就很多我之前没有在乌克兰或者在其他的国家看过的菜的差别，对。然后还有很多的海鲜，乌克兰也比较少。这里就好了。菇吗？我们家里有，但是可以再买一个吧，就不一样的。你要买马铃薯吗？在哪里？我可以买几个的啊。马铃薯，不用，我自己挑。我们一般会买的肯定有马铃薯，乌克兰人很喜欢吃马铃薯。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台湾人算马铃薯的时候，他们会用一颗，就比如说3颗马铃薯。然后对我来说是哈，因为我们一般就会买5公斤，10公斤的这样子，就比较多的。就跟买米一样啊。对啊，我们完全不会算一颗的马铃薯，这个说法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奇怪的。这样子就好。OK 啊。所以你买几颗马铃薯？哎，这个还有这个。买2公斤呢。2公斤吗？对。哦。150。对，150。你还要买其他的吗？看这边也可以收衣服。这是应该有。哦，看一下，洛神花没有。这边你要洛神花吗？干的，对，干的。哦，你不是要湿的那个？不是，我要干的。哦，对，就是这个。OK， 我买几包？2包好了。我买了洛神花，因为我们乌克兰复活节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会让鸡蛋变颜色，就是会让它看起来有很多颜色的很好看的那一种。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天然的可以让它变颜色的东西，所以之后这个蛋可以吃，不用浪费。8万。这是今天的，对吧？对。所以我可以再放到星期日吗？星期日可以吗？可以。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喜欢跟人沟通的人，我很喜欢聊天，因为我一般都是在家里，因为我的工作也是在家里，然后学校现在都是要写论文的，都是在家。所以我其实很开心可以出门，看到一些人，跟一些人聊一聊天，就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怎么做之类的，我很喜欢。对，我不会觉得有什么压力或者什么的。很喜欢在这边看，超爱的。那我可以开始吗？从面包开始。这个是我昨天有烤的面包，这个是乌克兰复活节的面包。就是说，之前我的阿妈每年都会做，我其实今年非常的忙，然后我昨天很累，我完全不想做，但是感觉我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你要做这个面包。然后我做这个面包，我其实觉得蛮好玩的，不管我是累的还是不累的，我还是觉得很不错，我很开心我做得到。那么多人呢？超热闹。热。我们现在来拍影片。好。对。我们现在拍的是乌克兰复活节的鸡蛋。今天我是很想给台湾人看这个乌克兰人的传统，然后让台湾人了解比较多乌克兰的东西，因为现在台湾人很多只会记得战争这件事情呢，所以我希望也会给大家更多的乌克兰的了解。
加这个，这是一般的汁了。嗯哼，你要加进去里面。对对对。但主要是如烟在做菜的步骤上面，它现在比如说这个可能是重点，那我就会特别去确认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去抓那个角度这样拍。对。因为其实短影音超快，然后你在里面讲一些什么好笑的，就会有人看，那好有趣哦，然后又可以看到一些学会做菜，所以我们比较不会边录边讲。哎呦，可以嘞，那剩下2个你就这样自己弄吧。你就这个6分钟做。我知道，你再拍一次，我就这样子做，然后不讲话，因为我之后加voice。哦，好。然后等一下，这是4吗？对啊，4个小时。你再一次，这个4小时再一次。其实真的猜不到他们会想看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 PO 了一支影片上去，然后就突然超多人看，但我们也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看那个影片。我们上次只花了大概5分钟拍了一支影片，就是如烟把我们平常吃的白饭，然后他跟大家说他们平常怎么吃白饭，就是他们会把牛奶跟糖加在白饭里面一起吃。就那一支影片，300万个人看，我们完全没想到，我们只花了5分钟拍那个影片。对，那个是我们第一次破100万的影片，就是5分钟就有了，而且我们完全没想到会这么多人看。你看，像我们这样重复5、6次的动作，然后我们就会可能尝试2、3个不同的镜位，然后最后决定说我们要用哪一个这样子。我很喜欢那种，就是你自己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这是最有创造力的东西。有时候因为反正你也不知道别人会看什么东西嘛。因为像我有一些想法，如烟也会支持我做的时候。对啊，就是他的很多时候就有非常不错的 ideas。甚至我想到一个很笨的事情，他会觉得好笑，然后这个好像可以试试看呢。因为像今天刚好是复活节的东西，我不懂，所以我就完全顺着他。有时候是我们拍一些广告，他就比较会听我的。对。因为做菜是他的主导性比较强。我们会把所有的食物放在篮子，带着篮子去找参加祭典。最重要的是彩蛋，代表新生命的开始。今年在台湾，我们就要带着这个篮子去看男朋友的父母，他们一起吃饭。上面这个不是刺绣乌克兰毛巾，好奇台湾有没有很像的传统？请你们留言给我分享一下。你刚前面录什么了？我感觉就是那个随便录。好，所以这个会叫巧克力可丽饼。你讲这个？巧克力可丽饼。巧克力可丽饼，我都会听大家那个中文，然后试试看模仿发音，他的发音。今天我给你们看怎么做巧克力可丽饼，对吗？可以。3颗蛋，那就讲牛奶就好了。对，就讲牛奶，3颗蛋牛奶这样就可以。3颗蛋加牛奶。其实拍影片对我们来说，就是先以一个好玩的角度来切入嘛，因为我还有自己其他额外的工作，对我来说拍影片我就是一起好玩兴趣，那就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为前提在拍。那如果未来后续自媒体的部分有更好的发展的话，那其实我也不会排斥说有更多额外的收入啊。对，像我们这个月也才刚开始收到有厂商跟我们谈合作的业配，然后也是刚拍完我们的前面2支的影片，对，所以好紧张。对啊，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新的体验跟新的收获，对我来说很好玩，对，很好玩。再搅拌1次啊，1次啊，不对，再搅拌1次，你开始随便了。哎妈！嗨 ，Hello， 回家了。你先脱鞋。我们脱鞋没关系啊，要脱鞋。就脱鞋。我脱鞋，我脱这边，最远的。Hello。嗨。Hello。真是辛苦了。不会啦，还好啦。辛苦啊。平常也是要这样吃啊。对啊。
我们这边有乌克兰复活节的东西带来，要不要放？是，哇，很漂亮哎。对啊，我们这边有乌克兰面包，是面然包。后我这个是哦，还有火腿哦。对，这是也是乌克兰的，我从乌克兰一个人做的。我拍照给妹妹看，拍给大我们应该要跟她试试。碎，可以的。我们还没有看过这，我还一开始以为是皮蛋呢。真的，我一开始以为就皮蛋呢。可是我觉得它是个艺术品哎，我舍不得吃。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要这样子打破这个蛋，看谁会赢。如果阿姨赢，意思是叔叔会听阿姨；如果叔叔赢，那阿姨听叔叔。啊，我们也是一样的。要让一下，这样。怎样？怎样？你的破了。我破了。好，对。我的也破了。哎，为什么我的都没破啊？我的也破了。啊，我的都没破哎。对啊。安的也没破，我还没破。哎，我们两个是因为不同批组的啊。好，来，你们两个是父子啊。你没破啊？所以表示我们家里我最有话语权了，是吧？一直都是。我听因的嘞，我拢是出来的哦。一直都是，好不好？他也做了。我们一样不免俗。拍个照吗？拍个照，哎，可以吃了哈。来，这湾进来的狮子头啊，你蛮喜欢吃的，所以我刚好有买，就蒸一下也很方便。那因为你吃了肉了就不吃鱼嘛，那我就那就煮个好久没煮那个牛肉了啊，就炖个牛肉。谢谢。就想切一下这个。好啊。然后我想阿姨试试看好不好吃。让我吃面包啊。因为阿姨是比较专业的。因为我本身有在上班，所以其实我从小就已经给他们自由习惯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要自己负责。所以他不管他带的是谁回来或什么，我都说这是你们喜欢的就好，我都是属于尊重，而且我是蛮 open mind， 我觉得还好。当然，因为他身份也比较特殊嘛，哦，因为国家战争他才来台湾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就多一个包容或是善解的那个同理心。对呀，他第一次来我们家，我还跟他说，哎，听音乐，我说你也可以找一下，我用电脑说你找一下你们乌克兰的音乐，让他也有一种家的感觉。我觉得在一起就是缘分，我们有机会照顾别人家的小孩，你就把他当家人这样子，然后我就很自然嘛。我觉得很好啊，哎呀，尤其是越来越了解的时候，我觉得卢燕真的是非常棒。不要那个脸啊！谢谢。我觉得很好啊，哎呀，尤其是越来越了解的时候，我觉得卢燕真的是非常棒。不要那个脸啊！谢谢。因为我讲真的哈，因为我很佩服他，哦，他是一个很独立，然后有思想的哦，不是说外表漂亮而已，他事实上很有内在，很有他自己的想法，尤其是他对价值观念不会被一些世俗的那种金钱所左右，这一部分我就觉得啊，那更让人家敬佩。因为他也是把我们当家人一样，所以他会很在乎一些细节。我都开玩笑说，他比较像是有些部分啦，他比较像是我生的，我教的。然后我有时候开玩笑跟我儿子说，你比较像是那个我在路边捡回来的。对，我帮你用，不要哭了，帮我用半碗啊，不用哭了，这有什么好哭的？对啊，我每天在医院上班，看这么多，这个开心很重要。对，我觉得我很幸福，因为这个家庭就对我很好。跟金牛回他父母家，就感觉我回自己的家，现在这个感觉，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台湾有一句话说，你结婚跟一个人，然后你也是跟他一个家庭结婚在一起的，应该也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就互相帮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可以出一本乌克兰的诗，乌克兰在台湾。那个我还是真的要敬一下卢燕呐，因为你让我看到哈，我没有办法想象靖宇的样子。我到底是怎样？因为他是比较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比较自在啊，确实啊，然后比较慵懒一些，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的。那我觉得跟卢燕认识以后，哇，从 IG、YouTube 里面那个表达能力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让我认识了不同的我的儿子。来，好了，可以了。好啦，可是靖宇是真的很不错啦。
就是要有一个人影响他。因为我一次只能专心做一件事，所以我面包已经很久没。我也是一直只能专心做一件事，你知道我像谁吗？哦，那我不是，我会这样子很多事情呢。你觉得这好还是不好？好又不好。那我要跟你 say sorry 吗？大草皮的地方才可以养它，对吧？对啊，要不然如果房子太小养它，有点麻烦了。对啊。我觉得我住台湾2年，我真的是爱上台湾，因为台湾就第一个很漂亮，第二个所有的人听得懂我说的中文，然后我也觉得，因为我学过中文那么多年，然后就终于可以在一个环境用得到。然后其实未来的计划主要是我们不会有非常远的计划，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想做。我们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想说要结婚啊，我是自己是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对，我们其实，在台湾要结婚其实很不容易，先去第三方国家办好所有的签证内容，再进乌克兰登记，因为台湾是不承认直接登记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就会比较仔细的去讨论。我希望我们真正的时候不要去乌克兰，很多乌克兰人都现在因为爆炸会死掉的，但是他是台湾人，然后为了这种事情去乌克兰，然后有这个危险，我觉得不要了。对，所以我是希望我们可以等到战争结束再去。对，所以主要是我们要每一天过得很开心，过得很好，然后我们就一样打算拍影片，对，然后希望可以赶快回乌克兰。希望可以赶快回乌克兰看我的家人，也希望乌克兰战争会赶快结束，而且结束的方式也会好的，对。Перемотувати просто, да-да-да。这是乌克兰传统的衣服，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决定今天要这样子穿。我们在乌克兰平常会穿这种衣服是有比较特别的节日或什么活动，要参加什么特别的活动。对，比如说去教堂，我们一般会穿这个衣服。这个就是我是阿米苏。你好。你好。今天我们来墓园，然后我们来看一位台湾的 soldier， 他之前是在乌克兰打仗，然后他在乌克兰牺牲。他名字是 Jonathan， 然后中文的是神官。我们是非常感谢他，因为看到了那个 Jonathan， 他也是年轻26岁死掉了，所以我也不希望未来可能有更多台湾人为了乌克兰的事情死掉，我真的不希望这样。战争会影响到所有的人，不管你住乌克兰哪一个部分，就是你住西边、南边、东边，都有影响到的。当然，东边的是比较严重。我的家是在乌克兰西边，但是我回去乌克兰的时候，我也有听到爆炸，然后那个爆炸离我算蛮近的，大概20公里。因为俄罗斯的那个飞弹，他们不是很准，他们有的时候很旧的，所以可能他们想打一个发电厂，但是结果他们打了附近的一个地方，附近的一个家，然后我就没办法睡觉，然后一直看那个手机什么时候会取消，
所以你就单着在那个床上这样子看着，然后就这个感觉很难描述，你就真的不知道要干嘛。看我姐姐，她家是在基辅的附近，所以基辅应该最常被打，所以所有的飞弹都在她的家就是上面，每天都这样。她没有可以就是搬的另外一个房间的地方，所以她还是现在住在那边。然后她也有2个孩子。所以我每天都会担心他们的安全。我姐姐的想法是，第一方面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那第二方面她说缘分，就是如果有被打有死掉就是他们的缘分。我家里所有的男生都去打仗，都是军人。当打仗开始后，我们现在已经快3年了，都在不同的地方。对，所以我很想我父母，我所有的姐妹。我可能搬到台湾第1年没有锁门，回家的门。然后1年后第一次锁了这种门，就哭了。当现在这种门变我的好像礼物。有那一天有做这种门，我觉得早上很开心，可以看我的父母跟妹妹跟姐姐。Sorry。受不了吧，大家。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平安。我是孟如烟，乌克兰是我的妈妈，台湾是我的爸爸。谢谢台湾，我爱台湾。有第3个人可以帮我飞吗？你们在这里那么多人，没有人可以帮忙我们拍吗？Hello， 春手工的发糕，我们是新竹客家人背负来的。哦，对，你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30几年老店，温记的，试吃看看。谢谢。好吃对不对？然后可以卖吗？不是，其实台湾很经常会遇到这种的。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很欢迎外国人。对啊。他很帅，好可惜。